心想事成第11條法則：困難將因平靜之心迎刃而解。遇到困難嗰陣時，唔好亂，要心平氣和咁將繁榮嘅祈願輸入潛意識。有一次，摩菲博士對一位因營業額逐漸下降、財務狀況都越嚟越差而大為煩惱嘅企業家講：你可以返到公司，好舒服咁瞓喺沙發度，心平氣和咁同自己講，營業額每日都喺度上升緊。呢位企業家依照摩菲博士嘅勸告，每日認真咁實行。結果呢一句簡單嘅說話，令到佢嘅顯意識同埋潛意識互相協助，再加上種種嘅新構思同埋好運氣，公司嘅營業額真係照住佢嘅祈求直線上升啊！好多人都會講，咁簡單嘅祈求詞就可以解決問題，咁世界上仲有咩事好煩呢？實際上，好多人都有呢種想法，所以呢個世界上先會有咁多人為錢所困擾。你係咪直接同生意興隆嘅人傾過偈呢？嗰啲人都會有一個共同嘅想法，並知道利用簡單嘅詞句係祈求，同時隨時都認為我所做嘅一切都會順利。再講，呢啲人萬一遇到困難，都唔會失去心中嘅平靜。總而言之，佢哋對自己所做嘅一切都充滿信心，所以會陸續產生更好嘅構想，帶來更多嘅財富。相反，做事唔成功嘅人，好容易發脾氣，即使沒有將脾氣表現出嚟，心目中都早已經亂晒龍，想法仲越嚟越轉牛角尖添。同時，潛意識都容易接受這種消極嘅想法，於是各種佢所擔心嘅唔好嘅事情，就真係會發生喺佢身上啦。圓夢小語，我擁有很多福分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會順利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